有能源厂商规划讲，要伫高雄的码头山设55公顷的太阳能光电，业者今仔开说明会，有100外民众甲环保团体伫外口伫抗议。因讲只有活动长暂，地质正敏感木无适合开发，现场嘛发生冲突。情绪激动的居民向要并倒，一群人互相推杀，气氛是真紧张。因为不满业者无公告说明会，抗议的民众认为无符合行政定书。说明会开到一半，民众人落徛徛抗议，警察也随动力维持秩序，现场是吵吵闹闹。这场说明会主要是能源公司按算伫码头山设55公顷的光电，是引起当地民团甲居民的反对。因强调光电的预定地是伫活动场站顶悬，除了地质敏感，嘛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，阁会破坏生态环境。这间公司要开发光电，伊的资料内底完全无环境敏感区内底资料，完全拢无。伫市府内底记会当审2遍啊！距离有大概2公里多，所以它只能叫做泛码头山区，而不能说是它是码头山。那我们在这个案子的周遭，因为它是私人土地，基本上我们开发所以按照政府的要求。能源公司解说，设光电所在是私人土地，距离码头山阁有2公里远，因拢是按照定数来申请，嘛等伊会做好生态保护。经发局表示讲，开发地面型的光电无一定爱开说明会，这个是厂商家己要开，要求业者爱甲居民沟通好势，若无取得居民的同意，市府是袂合法建造给业者。是他们业者开要跟民众沟通的，不是经发局依照某条法令要求他要开。所谓的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函，这个也不会发，因为地方民众不支持嘛。针对这届说明会，业者表示讲有伫14天之前发公告，未来也是会继续开说明会，要安怎伫光电甲生态处理平衡，毋望会当得到居民的认同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